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今天来到了马可福音的第11章12到14节，还有20到26节。在这段经文里面呢，讲到耶稣与无花果树之间发生的事。耶稣他们要从伯大尼回到耶路撒冷城的途中，耶稣因为饿了，看见前方有一个无花果树长满了叶子，他想说那上面应该也有果子。就他就近一看，竟然发现这个无花果树长了叶子，却没有果子。于是耶稣就对这个无花果树说：“从今以后，再不会有人吃你的果子。”后来我们看到后面的经文，就发现，后来隔天这个树就枯干了。在这里呢，其实耶稣是要来表达，指这些听见上帝话语的人，他们却不去行道的时候，他们接下来的结果就是他们会枯干。其实，在旧约里面，不管是以赛亚书和西阿书都有提到。上帝是借由就是这个无花果树这个图像，来指以色列人。他对以色列的审判，就是看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有没有结出应该要结出的果子来。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结出上帝说赏赐我们真理的果子、信心的果子、公义的果子，从上帝来那个生命的果子。这个果子不仅是供应我们自己，也可以来祝福别人。所以在接下来呢，20节到26节，就耶稣他就有来回答这个彼得，因为彼得看见这些事情之后，他就问他就对耶稣说：“老师，你看你所诅咒的这个无花果树枯死了。”耶稣的话真的发生嘞！耶稣为什么他说的话这么的有能力呢？因为耶稣他接下来讲，他对上帝，我们要对上帝要有信心。这个信心是没有虚假的，没有只相信一半的，没有里面还有一些根本就没有办法畅通的。这个信心是我们能够诚实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是按着上帝的真理来活出的信心。接下来耶稣就来讲到说，所以我们要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要这样祷告。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先饶恕得罪我们的人，这样我们的天父也会饶恕我们的过错。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没有办法成就，或许是因为我们的生命还没有转向神。我们的祷告是没有上帝的眼光的，我们的祷告是可能只是为了自己，是没有生命的，长了叶子却没有办法有果子的。看起来好像祷告很多的字、很多的词用得很好，可是我们里面或许根本就不相信。所以上帝要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是我们要来到天父的面前与他和好。我们要来到人的面前与他和好，真实的相信我们所祷告的，在上帝的心意里面，上帝要亲自来成就。我们也一起来祷告，为今天要开始新的一天，我们能够活出那个结果子的生命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谢谢你透过这段经文来激励我们的生命。主啊，帮助我们不要只是听到而不去行道，不要只是长出叶子却没有生命的果子，让我们真的是来依靠你，从你来得着信心。因为主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都是你所赏赐，我们就如同那个枝子连于葡萄树。主啊，你要供应我们养分、水分，好叫我们能够结出那个果子来，叫我们的生命不只是供应我们自己，也能够来祝福别人。谢谢你帮助我们，也让我们从你来的信心能够挪去那像山一般大的挑战跟危机，使我们每一天依靠你，活出主你从你来的信心，得胜有余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